好多香港街坊對於中山嘅區域都唔係好熟悉，就係識得石岐、三鄉、馬鞍島。一聽到火炬咧，就覺得係咪好偏㗎？其實火炬咧都好大㗎，西邊連接住東區同埋石岐，東邊係連接住馬鞍島同埋翠亨新區啦。上一期咧就帶大家睇咗火炬幾個最低嘅筍盤啦，咁今期咧就帶大家睇幾個火炬嘅高端盤啦，一樣係劈價劈得好犀利嗰個出發啦，Go Go Go！第一個就係富日城樓上嘅真御啦，超火雙圈上蓋，高品質山景現樓，而家13000一平方起咋，咁前2個月我過嚟拍嗰陣咧，仲要16000啊，而家發展商放嘅價真係抵到喊。呢個盤咧係旗江新城嘅門戶位，講直白啲咧就好似香港中環一樣咁核心啦，配套睇得見，樓下就係商場啦，而且仲係中山最好行最旺嘅一個商場嚟噶，配套同埋地段咧真係冇得頂啦！而家咧就上示範單位睇下，而家嚟到示範單位啦，簡單啲咁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開發商啦。開發商咧係富日實業嚟嘅，佢係中山專門做品質豪宅嘅專家嚟噶啦。佢戶型設計咧都非常之合理啦，同埋咧仲配備咗一啲高端嘅品牌啦，例如 YKK 嘅門窗啦，同埋大金空調，仲有歐派櫥櫃，仲有方太嘅3件套啦。咁佢唯一嘅缺點咧就係交通呢個問題啦。自從商場開咗業之後嘅話，樓下咧就係經常性塞車啦。總體嚟講，富日城真御咧會適合一啲追求高品質生活嘅，對環境啊同埋配套有要求嘅購房者啦，尤其係適合長期喺呢度住啊或者長期投資嘅。佢而家嘅話喺中山市場咧都係一個好優質嘅選擇嚟嘅。下一站我哋要去德寶二高啦。呢一個盤係中山本地人賣得特別多嘅，識貨嘅人都會中意呢度。地段唔使講啦，係東區同火炬嘅交界。我哋喺富日城揸車5分鐘就可以到呢度啦。重點咁同大家講一講佢呢個小區嘅環境質素啦。你過嚟現場睇一定會中意。首先個園林中山頂級嘅水準，49% 嘅綠化率，做咗5萬方超大嘅中心園林，住喺呢度真係好舒服。建築外牆用咗白兔瓷磚，定本比普通油漆貴3倍，唔容易邋遢又抗老化，住10幾年都好似住緊新樓一樣。每一棟嘅入戶大堂都係按酒店標準嚟整噶，架空層仲有健身房啦、書房啦、娛樂空間，街坊吹水運動都好方便。今次推出嘅特價單位咧係11000幾嘅，係110方嘅細戶型啦。咁再睇翻露台呢度啊，露台係足足有1.8米嘅寬啊，睇出去嘅 view 都好正，而且採光都係非常之好嘅。睇翻客廳呢一度就係一個3.5米嘅開間啦，做得好闊落啊，而且喺市區嘅話係冇任何一個樓盤係做到3.15米嘅層高，呢一度咧就係足足做咗3.15米嘅層高啦。咁再睇翻飯廳呢個位置啦，飯廳嘅話用落10個人係冇問題嘅。咁再嚟睇翻佢呢個廚房，呢個廚房真係好正啊！咁出邊咧仲帶咗一個生活露台喎，接落嚟帶大家睇下啲房先。個火炬同東區交界嘅盤啦，接落嚟咧就帶大家去海欣新城睇一個我最中意嘅樓盤啦。我有幾個同事咧都買咗嗰個盤喎，上個月先收咗樓啦，遲啲飲入伙酒嘅時候，我再出一條片介紹下俾大家睇下。冇錯，就係海欣雲頂啦。咁作為富人區海欣新城最後一個盤，前2年賣緊15000、17000，而家10000幾就可以買到啦。隔離小區繁登嘅話，二手價仲要2萬蚊一方喎。而家雲頂嘅一半價錢就可以享受到一樣嘅配套啦，樓下就有商業街、學校，小區入邊仲有園林、會所同埋泳池，全部都係豪宅嘅標配啊！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下，裝修細節好用心，櫥櫃用嘅都係大品牌，抽油煙機吸力好強，採光超正。低樓層望小區園林好靚，高樓層仲可以睇到五桂山同高爾夫球場嘅視野開闊到冇朋友。今期咧就帶大家睇咗呢3個盤啦，對比上一條片嘅話，呢幾個盤嘅質素咧會更加高啦，而且個價格咧係比當初我同事入手嗰陣係真係筍到冇朋友噶。如果打算喺中山自住咧，呢個價真係可以認真咁考慮一下啦。有需要嘅話可以私信我，我會將詳細資料發俾你哋啦，仲可以安排專車接你過嚟睇樓噶，快啲 call 我啦！